啊，咱赢啦！好呀，你已经败在女人的手下，大概面也敢真红才对吼。看破甲着皮阿毛的相互转倒转去较对啊吼。小等一下啦。安怎？我甘愿认输啦。但是你嘛搁互我问一下。敢有影讲一只狗仔甲8千斤的？哪会无影？也都一只细细只的狗仔，对千军一步一步一直爬起哩，或做狗仔爬千军，你唔知影是？啥呀？哦，你就是咧讲狗仔伫咧爬千秋的秋军，狗仔爬千军。那你唬我无准算。当你咧讲啥？是你家己听唔到，家己认输的，什么人咧唬你？就是唬你袂会咧哦。我家己听唔到。对对。好，不要跑了。我认输。我要转来去。今仔日败在女人的手下，真见笑。我真见笑。哎呦，小等下啦，有影阿头诶，歹势啦，好难生咧，食亏倒转去吼。我心肝真唔过心，不如吼，咱要趁外国所来钱吼，甲伊合作啦。甲伊合作哦。安尼好啦，大娘太太你伫咧讲啊吼，好呀。阮太太即摆伫咧讲的话，你想了啥款？我是讲唔知有影无影啦，若有影是公道啦，人我洋务处来嘛真多滴的。你洋务处来什么滴？唔是啦，我是咧讲我有有几套啊啦，来合作嘛有你吼。你是要怎样合作啊？来，你讲小我来啦。到尾，等你先变大仔咧创啥啦？大仔念。哎呦，我想叫你鱼缸我来，什么你变大仔缸我来？无你讲迄缸。鱼缸啦啊！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这按捋嘴，这半，安尼啦。有通，通咯。你有通，什么叫通了你啊？好，安尼好哦，安尼好，照安尼先进行。行。身躯，你看了啥款？哎呦，足白啦，搁足棒，搁足绵的哦。为着你安尼遮尼啊绵哦，我安尼互你害甲强要行去，你知？有影无？哪会无影？也是讲阿乱嘞。喂。我安尼为你哦，这块棉哦，棉你甲你甜，也人讲牡丹花下水，做鬼也风流。我来行去哦，嘛无关系呢。哎呦，你是我所爱的人。有影无？你若行去要叫我怎样？三八，咱唔当讲这款起毛摆的话。现在我要来问你一项代志。你讲要正式娶我做家后，是有影无影啦？哪会无影啦？你是我的心肝，哎呦，我的宝贝，当然我是要娶你，哪会无影啦？哎呦，足好的啦，我足欢喜。现在准做甲你说下的意思。来，你嘴较换来。哎呦，安尼有真甜无？哈？哎呦，足甜的啦！哎呦，甜到袂讲的甜的啦！过一个好，过一摆啦！喂，无啊？哦，你这贱人啊！无你这个泼妇啊！哎呦，我这什么人啊？晴天霹雳，你也甲这个人踮遮伫咧喙堵喙。哎呀，今仔日，明仔载，后日，唔是，明你就是欺负我伤过中户，伤过无啊，伤过调低。你这个人是小便造出来心，我也唔捌你，跟你完全是无关系的人。你踮在我面头前，啥？你讲我甲你无关系？哎呀，人讲最毒妇人心，就是你这个阿乱啊！哈，我阿乱啊？对，
无想讲早前我为着你开启一个家伙哦，嘿家伙一个开了，你随时反面来放杀我，走去爱这个郭先生，爱这超郭先生。啊，这还阁无要紧，今仔日你阁讲唔捌我，阁骂我讲是笑的。哎呀，你实在有够毒，毒甲比半支角还阁较毒。你唔是人，你就是一尾乌毒虫。哎呦，会气死我！明明我就甲你无相伴，你阁敢讲这款奸废无天、冤枉我的话？什冤我，嘿嘿，那是阿水啊，讲会冤枉你，也我咧，哈！我，你是什么人？哈哈哈，我什么人？哈，当然在恁客兄的面头前，你是讲你唔捌我咧，总是唔捌我也好啦。早前我也是互你害甲青惨落魄，所有的钱956136块半，搁过一条，全部互你拐去了，你还搁袂认呢？哎呦啊，你真敢乱吐！你讲钱互我拐来哈，是倒一条？是倒一条？伊也都你上爱迄条，你定定要我来甲我杀，怎样你搁讲无迄条？哪有啊？是倒一条？我要来杀。你所唔知我迄条两公半的大条金条，3个白九九的钢条，知有无？哎呦，真乱弄哦！什么人去摕你款物件？太免讲啦，吼！钱甲迄条，甲互你拐去无要紧吼，又搁互你用迄个毒药来要害我无死啊！以后搁互你甲我赶出来，哎呀，你这个淫妇啊，你真是一只狐狸精啊！好啊，恁得去了啊，去啊啦！啊，我俩做讲阿伦啊，你是一个好查某，原来你就是一个专门伫咧骗查甫人的金钱，一个换假，一个你这个臭查某，你做恶毒的奸人啊！哎呦，外国呀，无呀啦！无影，这句话实在你真敢讲哦。互你放杀的我，徛踮在你的面前，你也敢讲无影心？哎呦，我的气势是明明的啦！哎呦，太免讲啦吼！你这款臭贱的查某啊，就敢讲白惨啦哈！我搁敢假留迄款个无影无只的目屎。朋友啊，我甲你忠告一句话吼，你若是唔知通反悔啊，搁再继续爱哦，将来你也是甲阮两个同款，互伊害甲青惨落去哦。哎呦，你两个啊，免讲，一切我已经明白啊啦，你就是臭查某，奸人，你请。外国呀！哎呦，你两个实在足可恶的啦！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也敢黑白讲我是恁的爱人，要来害我。你唔是人啦！唔是人也好啦，阿乱啦，阮外公翁啊，互你占去，我想我无法度啦。通我互伊回心转意，倒转去我的身躯边，所以专工请这两个人用这款的假伫来甲恁迫害啦。你唔知影是？对啦。阮外公一声离，实在足好用的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知影我的好计谋，安尼就好。好难水啊！后声你会额3万5，加赏你5000，这4万摕去。4万5算啊变咯，多谢。我有啦，传递的啦，过几头啊，这4万。哎呦，4万，贪财吼！你两个，我要告人。哈？要告你？告一支都那摇落咧，要告来告无到，要告。哎呦，会气死我！哎呦，我唔是要讲要一条气死哦。